老板，风雨季出新品质，今朝带你去尝尝。啥个新品价？哈粉鲜肉馄饨，哈粉面位于一只金蛋。你讲得我动不下我不知。老板，实最棒，鸡蛋只有5个位置。寻起来还是蛮方便，随了欧沙路的赣江路的检查看。你3个人？3个人得下。店里向基本上侪坐满着，3个人的位置比较少，你也等脱些。没几分钟，外头排队的位置也坐满着，为何还得有点三吃？你还先点点鸡。终于轮上你在。第03，请您用餐了。菜来着，老板一个金蛋咯。干汤和紫蔬菜侪是摊餐里送的，今朝个重头戏随是还搭个哈粉面。自家吃哈比较麻烦，还容易滑三嘴巴，吃哈粉是真正享受。哈粉馄饨，外婆讲里养出来到现在第一次吃。寒山馍馍，面蛮昂死脱。刚这碗面蛋呢哈？冷的不得了。哈粉馄饨尝尝看。要鸡蛋吃了。外婆喊我尝一只，葛么我就不客气噻。面蛋淋的，别个的哈粉面的馅是2种感觉。店里的招牌菜金蛋，就是拿海洋蛋开个洞，拿蛋清蛋脱，只拌乱蛋黄，然后里向加糯米、香肠、腊肉等3样物事充分结合，再拿里三烧，所以面蛋是一热，3个字香鲜浓。外婆今天吃下来面蛋哪哈讲？冷的呀。等待全煮了，我们到面来那里吃。你来了啊？来个。